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了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海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不回去了。你曾经感受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你想过我吗？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哎，服务员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他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
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打开！打开！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快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着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艰难呼吸？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嫂子，有这般勇气。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，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有什么先不麻烦？用拖了，请进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谢谢。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快走。我煲了汤等你回家，可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怕汤都凉了，就给你拿过来了。我弄给你喝吧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
累了就睡吧。出去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啊。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水了，当太阳下山时，我要妈妈不走出去，我要。喂，你昨天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工作得很晚，结束以后我打你电话，你关机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肯定是太忙了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要不今天下午我去找你吧。不用了，下午幼儿园有亲子会，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我也得去陪闹闹。那接下来我们请闹闹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闹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表演咯。每一个清晨都是妈妈叫我起床，每一个夜晚都是妈妈陪我到天亮，每次生病都是妈妈守在我的身旁，每次哭泣都是妈妈鼓励我要坚强。我问妈妈，爸爸身在何方？妈妈说，爸爸在遥远的地方。我问妈妈，爸爸几时能归航？妈妈说，爸爸的工作很忙很忙。我问妈妈，爸爸长得什么模样？妈妈说，你和他长得很像很像。于是我开始了盼望，盼望爸爸能给我讲个故事，盼望爸爸能带我上操场，盼望爸爸能和我一起做游戏，盼望爸爸能听取我的梦想。我不想让爸爸越来越多，不想让妈妈瓜朵牵肠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我画的画得到了表扬。还有我的小红花都贴满了墙，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们，是您创造了我的生命，是您让我走到了成长。不是您在何方，我只想依偎在你们的身旁。闹闹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今天你是表现最棒的小朋友，大家都给你掌声。他没有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闹闹也有爸爸，爸爸在国外工作，但是爸爸最疼闹闹了。喜欢吗？这熊。谁说你没有爸爸？你爸爸可爱你了，
所以呢，他买了个熊，让叔叔带给你。多可爱的熊啊！喜欢吗？你有爸爸，你爸爸很爱你。是什么样的？它是什么样？它是什么样？这次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至关重要，成功，我们公司在业界的地位就会上一个大台阶；失败了，就一无所有了。这样做会不会风险太大了？我们公司业绩一直还都不错，这次有必要玩这么大？我到底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让他们在一起相处呢？我其实只是想要让孩子都和他爸爸在一起，可是他会怎么认为？而我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，我又何必要去打扰他呢？我不就是要他幸福快乐吗？可是为什么幸福的不是我们一家三口？难道他现在心里都只有乃梦而已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嫂子，仁义来了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们两个先去院子坐，我等会端水果给你们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嫂子。先坐。哎。来坐。哎，林总，客厅里那幅画模特是谁啊？是嫂子吗？不是，自己画着玩的。挺有意思的，像我一个朋友，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哎，嫂子，来，先吃点水果，喝点茶，垫垫胃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太忙活了，我用碗面吃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难得来家里，当然得好好招待你。更何况等会还有别的客人要来呢。对呀。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先生。哎。老婆，这时间不早了，你这朋友到底来不来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应该快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行，等。哎，来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来，快进来，里面都等着你呢。这就是我们等的客人。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位呢是我老公的同事，叫仁义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。哎，都站着干嘛？坐，来。走走走走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。来，大家一起举杯。今天邀你们来呢，就是想大家认识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嫂子，你歌唱的真好。那天咱们在 KTV， 我从来没听过女生唱《广岛之恋》唱那么好呢。没有，我呢平时就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。不过我们家逸轩啊，总是说我俗，他就爱听什么古典乐、爵士乐啊。那些啊，我才听不懂呢。哎，爱宝，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，听爵士乐吗？啊，我还行。哦，难得爱宝小姐也喜欢听爵士，像她这么大的女孩，很少爱听爵士乐的。来，开动了。那仁义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我这人挺宅的。其实我有很多爱好，跟林总挺像的。我没事在家弹弹琴，听听音乐。你还会弹琴啊？对，小时候学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正好就有琴，你为我们表演一首吧。哦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你别客气了，表演一曲吧。是啊。去吧。弹得真好，对吧？仁义，你弹的真是太好了，你真的太有才了。你刚刚弹的那首歌是什么？真好听。是一个法国电影的主题歌，
玫瑰人生》。法国电影。正好我这女朋友特别喜欢看电影，尤其喜欢看欧洲电影呢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还行。那你们两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姐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啊，好，在那儿。瞧你，把人家弄得不好意思了吧？不会啦。嫂子也是为我好。来，仁义，那你老实说，你对我女朋友印象怎么样？喂，这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别跟他瞎掺和。人家仁义都还没说话呢。来，林总，来。瞧我粗心的，我帮你们盛饭去。我帮你看。老公，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我看怎么样？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组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，他们两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，尝试一下也没什么不好。这陈毅是有女朋友的人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我子的孙宁啊？求你，看样子是我多事了。我也知道你是好意，喂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出去远远尝吧。你们怎么都没动筷子啊？我厨艺是挺普通的，要不下次我们去外头吃吧？总在外面吃，难得吃家常菜。这样，林总，下次我做东，我请大家吃大餐，还有爱宝小姐。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啊。什么可以啊？女孩子半夜一个人回家多不安全啊！你们听说过吗？前2天在大街上就有一个女孩子当街被一个老外猥亵了，这满大街都是摄像头，这老外也太大胆了。所以啊，女孩子半夜不要一个人回家，真的太不安全了。今天谢谢你们。爱宝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本来我是一番好意，可是好像让你很尴尬。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。好了，今天不早了，你早点上去吧。改天约我们俩上去坐坐啊。一定。再见。再见。昨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。昨天的晚饭吃得很开心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哇，好聪明啊！来，慢点。哎，
乃梦，哎呀，慢点，哎呀，不记得我了，老板娘。啊，我记得。我老婆对你不太了解，可能让你难堪了。一点都不难看，那女孩多好啊！小点声，小心醋坛子打翻了。她挺大度的。只要你没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那个竞标的资料方面一定要准备齐全了。你就放心吧。我出去了。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来慢一点，走。妈妈，闹闹，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来。孩子怎么样？孩子发高烧不退。那你给他吃过药没有啊？我给他吃了，但不退啊。你都有什么面膜啊？有个事儿啊，我想问问你啊。你说想讨女儿欢喜的话，应该送点什么好啊？
林总，您不是吧？别瞎猜，是你嫂子，她马上过生日，我想买个礼物。哦，都可以啊，花、钻石、包包。俗了点吧？那就送车吧。那不更俗吗？行了，你去忙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爱宝和孩子的进入，好像并没有给我生活带来任何的影响。我所担心的问题，似乎都没有发生。但是，这种看似平静下面，总是让我感觉有些不安。到了，谢谢。爱宝，送你回来这么多次都没有经过你家，要不我们去你家坐坐吧？当然好啊。逸轩，行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爱宝家真漂亮，很温馨的感觉，你觉得呢？挺好的。我特喜欢这沙发。你说我们找机会把我们家再装修一下吧，可以参考爱宝家的风格啊。你说了算。来，咖啡吧。谢谢。这咖啡真香。逸轩，你也试试啊。喝了咖啡，我晚上睡不着觉。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一起帮忙布置的，很有家的感觉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乃墨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上去吧。好。啊，我先去换鞋吧。不用了。楼上有几个房间啊？2个，一个我的，一个准备了个娜娜的。好多照片啊！好多闹闹的照片，好可爱。今天晚上从乃梦走进爱宝的家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直在嗓子眼待着，老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我
我最担心是乃梦在爱宝家会察觉到什么，我害怕我跟爱宝这种奇怪的关系，一旦让乃梦知道了，会伤害到她，伤害到我们的家庭。虽然最后什么事都没有，可这一晚让我过得提心吊胆的。看着乃梦熟睡的样子，我稍微踏实了一点。唉，不管了，听天由命吧。迟到。你们约公司附近了，你不怕同事议论了？让他们议论去吧。我这个人啊，性格内向，平时不大跟别人沟通，让你受冷落了。至于他们议论我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不就是说我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是，不好相处吗？这些你也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随便他们怎么讲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啊，就喜欢你这个冷冰冰的样子，酷的，不像他们其他男人油腔滑调，个个俗到骨子里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以后要对你不好，我就有理由了，因为你就喜欢我这款的。不可以，你怎么能挖个陷阱让我跳呢？你只能对我一个人好。凭什么呀？我得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？不能考虑，不许考虑。快说嘛，你只能对我一个人好。今天晚上去我家吧。我回来了。乃梦，乃梦，喂，阿宝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孩子不见了。孩子怎么会丢呢？幼儿园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找不到孩子。行了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喂，乃梦。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车上呢。我临时接了个电话，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。办完事以后我就回去。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那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晚上见。怎么回事？孩子怎么会丢呢？我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闹闹不见了。我赶到幼儿园去找不到他，他们说闹闹在课间活动以后就不见，他们不知道谁把孩子领走了。然后呢？会不会
会不会是奶梦姐知道我们的事情，然后把闹闹带走了呢？不会的，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奶梦知道我们的事情，她也不会去伤害孩子。奶梦的为人我知道，刚才我在车上还接她一个电话呢。那谁？该不会？谁？我不晓得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我现在找不到我的孩子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不该介入你跟奶梦姐的生活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先别着急，别哭了啊！别着急，再好好想想，他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应该我去死，错的是我，是我错。是我的错，我是第三者，是我害了奶梦姐。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我说什么呀？好了，先回去，这一会我想等奶梦姐醒过来再走。不用了。我想要等啊！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啊！好了，好了，走吧。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啊？我是她丈夫。这是你们家事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不应该多这个嘴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我是她丈夫。母子平安吗？暂时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需要长期的休养。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婆。这么说，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了。你醒了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我知道我伤害到你，真的对不起。那么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，爸爸。你是想说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2个月前吧，有一天她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，后来我就请她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她就带着孩子来了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艾姐，不如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没有情调的人呢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是啊，我想你做我老婆。
他这个人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和你，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走下去，行吗？乃梦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林义轩为他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在此刻，我决定把我和爱宝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乃梦。看着乃梦无助的眼神，我无法去想象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，每个字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只是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必须要说下去，因为只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他，才能让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感到一丝的宽慰。我对他压抑已久的愧疚，才能稍微的减少一点点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公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鸡翅就像上次那个样子吧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老公说他跟你儿子玩得可开心了，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看，不如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要是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？我不会输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别再来了。
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组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，他们两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。那你们两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别跟他瞎掺和。你要买房子啊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的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奶萌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进来。林总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家里一切都还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嗯，公司最近怎么样？公司一切都好，而且特别好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任总要召开部门经理会议，您要不要参加一下？人都到齐了吧？林总。这几天我们公司的状况不错，在林总不在的情况下，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，按部就班的，使我们很多的工作都能有条不紊的顺利的进行着。所以林总您放心，一切都 OK。目前仁义在跟的盛世年华的年度合同进展非常顺利，估计不久就应该能签下来吧。李总，说这个有点早，是这样的，我托朋友啊，在内部弄到了盛世年华对明年广告推广的策划案，都写在上面了。说拿下这个单子呢，我不敢说我十分有信心，不过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工作，拿下来，我有70%的把握。来，
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，他们要固定广告的次数；第二，限制广告的规模；第三，节省广告的开支。还有，他们有几点要突出：第一，突出独到之处；第二，在同类产品中的差别性，就是他们的优势在哪；第三，要突出厂标、厂牌；第四，加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。以下这些就是我从这个企划案中挑出来的重点。哎，小李，那个案子你赶快交给我啊！林总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士为知己者死，林总，您这么重用我，我要对得起你对我这份看重。不过，我还希望林总你能早点归队。盛世年华这个单子对我们很重要，不过要想真的拿下来，还有一定距离。毕竟我们不是 4A 公司嘛。刚才我在会上那么说，是为了给大家打气。我不在的时候辛苦你了。如果我们公司不能不断的发展，很快就会被那些新兴的小公司给击垮。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？这么说吧，如果要参加这次竞标的话，总共需要公司投入什么样的资源？很简单，把我们公司全部资产都压上去，达到 4A 的资格，然后参加竞标。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干了这些年，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万一，只能成功。你这样做不是搏命吗？我不赞成。我也不赞成。林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，4A 的认证完全通过了，手续正在办理中。太好了，需要我过去吗？不用了，嫂子在医院还需要你照顾，这边有我呢，就放心吧。我就是向你请示一下，给办事中间人的这部分款，以什么名目向财务请款啊？毕竟这笔费用数额很大，基本上是全公司的全部现金流了，所以你得给个明确的指示。不用担心，我会直接给财务总监打电话，让他取出现金来交给你。啊，兄弟啊，这可是我全部身家，做任何决定都要小心。还有，4A 尽快办，如果4A 办不下来，所有努力都是白费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林总，我了解事情的重要性，办事的人绝对可靠，拿到钱之后，一定把事情办得漂亮。抓紧时间办，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我会在公司里给你一部分干股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总之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小子，跟我客气什么？今后咱们俩就兄弟了。我等你好消息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
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，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我要谢谢你的坦诚，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跟你说的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那么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，弥补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只有你